要打一封信啊，類似咩？你俾每一個學員啊，寫封信啊，對每一個你個學員，包括你嘅職業證書啊嗰啲，你有一個 brochure，即係好似每一日要做啲乜嘢啊，有個大概嘅嘢，你要介紹。提醒係啊。第一個就係一個 schedule 啦，亦都好啊，亦都有份即係用溫情啲嘅有封信寫，就算你用啲好啲，或者你最尾簽個名，即係代表正式啲咯。係啊。即係嘅設計方面，我頭先諗到。係有個升華或者有個叫做係啊，好溫情。係嘛？咁啊，每個學院咧，你都有個有一段視頻可以俾佢哋留咗紀念，佢做咗啲乜嘢。即係未必一定要一對一啦，大家一齊。即係每個人都會有嘅，做一個每一日一個總結嗰啲視頻，大家再 renew 翻嚟睇翻下你自己，大家夜晚睇下你今日我哋知道咗，即係好似你話食飯要影相一樣。你今日做咗啲乜嘢？你個改變喺邊度？你聽日會見到咩結果？即係所有嘢同人哋做咧，都要話俾人知，人哋會有點樣一個得着。OK， 好。好。咁啊，揾個舒服嘅坐姿啦，咁你就可以係好輕鬆咁挨喺度啦。咁啊，慢慢可以合埋你去。咁啊，開始咧，將你個注意力咧擺喺你個雙眼中間，你應該而家見到啲光光地嘅，咁就好放鬆地去感受住呢個視覺效果啦。雖然你合埋眼，咁你可以慢慢將個注意力咧由你個後背慢慢咧流向你個下半身，去到你嘅坐骨，感受呢個梳化承托住你嘅體重。之後咧，可以進一步咧將注意力向下看，慢慢去到你嘅腳板底，感受呢個地下帶俾你嘅承托。非常好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可以先將氣吐出嚟先，盡量吐乾，之後深深呼吸下，吸到盡咧 ，hold 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完全將佢吐翻出嚟。今次咧，再可以吸深少少，吸到落個肚度。hold 5秒，4、3、2、1，吐晒出嚟。等個底度 hold 3秒，3、2、1，吸氣 ，hold 住，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，吐晒出嚟，仲有2下。深吸口氣，喺頂部 hold 5、4、3、2、1，今次盡量將氣吐晒出嚟。hold 住，4、3、2、1，深深吸下氣。吸滿 hold 住5、4、3、2、1，吐晒佢出嚟。今次係 hold 長少少 ，hold 10秒。喺呢10秒，盡量放鬆你嘅身體，盡量將你嘅身體嘅耗能降到最低，放鬆晒所有肌肉，放鬆晒你嘅身心。放鬆5、4、3、2、1，
如果你覺得舒服嘅話，你可以繼續再做多幾下，用你自己嘅節奏去完成呢個呼吸法。利用呼吸重新翻返去你嘅身體入面，重新揾到你嘅節奏，重新去放鬆你身體上所有嘅肌肉同埋神經。所有浮現嘅想法同情感，冇話啱定錯，只需要去觀察佢，觀心、觀自在。將你嘅思緒觀察佢哋，佢好似抖雲咁樣，有時一種形狀，有時變成第二種形狀，由得佢飄來飄去，唔批判。放鬆所有嘅肌肉，放鬆你額頭上嘅肌肉、面部嘅肌肉，甚至係你嘅下顎骨、頸部好多你圍嘅小肌肉。如果你感覺有緊張嘅話，可以透過呼吸將氧氣，想像將你氧氣吸入去你緊張嘅位置。之後隨住你呼氣，將呢啲緊張嘅感覺，隨住你呼氣將佢吐出。我哋做咗3次深呼吸啦，3次之後我哋就可以翻返去現在。準備好嘅時候就深深吸口氣。最後一下呼氣，你可以試下
最後嗰下係幾舒服嘅。嗯。前邊都係好似唔係好似。未揾到個節奏。要啲時間。如果我打坐嘅話，我起碼用15分鐘先至所謂進入定。即係頭先係5分鐘、10分鐘，係未，其實未夠嘅。你嗰啲高僧咧，因為佢前間葉，即係佢個腦啊，已經訓練得好強咧，打咗幾十年咗，可以隨時入定。喺個鬧市度，你已經可以隨時就進入狀態。咁呢個我哋凡人需要修行啦。但係隨住時間係可以越嚟越快入定。我最切身嘅好處咧就係、即係我感受到就係、我個人係好易俾聲音影響嘅，喺電腦登錄度好易俾人帶走。我上個禮拜喺泰國啦，喺個酒店個游泳池度，哇！準備合眼瞓。之後對年輕 couple，年輕即係小情侶喺度打情罵俏，好大聲咁樣。最攞命係咩咧？講廣東話嘅，我乜都聽得明。咁我如果係轉我以前未訓練嘅時候咧，我就哇好煩啊！點解咁煩啊？咁我好煩躁。但係嗰下我就決定我可以練習我入定，我將個注意力擺翻落我個呼吸度。咁佢個聲音開始就慢慢就冇咗啦。咁我就開始瞓咗陣覺啦。咁所以係有實質嘅好處咯。外部有得佢喧譁，有得佢嘈雜，但係我內心都係可以隨時入定去平靜。啲自我按摩動作都好嘅，我都跟呢個瑜伽老師，佢喺巴厘島印尼嘅，好資深嘅，佢話可以咧唔使針灸啊，我哋啲手指就係針灸，咁樣觸打自己咧就可以觸發好多穴位啊、血液循環啊。咁我再誇張啲啦，佢就要嗰啲咩自愛，就好多謝我，好多謝你自己咁樣，你個身體啊辛苦晒啦咁樣。佢係誇張啲啦。其實佢都係想用意念嚟帶俾你即係自我修復嘅能力。係。佢要自我修復能力。自我拯救自己。而家可以做嗰個三寶啦，你記唔記得？呢個隨時做，隨時做。小腿係有啲醫生會話叫係第二心臟，點解咧？心臟嚟做咩啊？心臟嚟泵血，令到啲血循環啦，將有氧血、垃圾帶走啦。咁其實我哋都市人咧，成日坐喺度咧，好多血咧積咗喺下邊啊，因為地心吸力會將啲血吸落去啊嘛。咁小腿呢嚿肌肉咧用嚟做乜咧？其實佢中間有好多啲血管靜脈，你一收縮咧，佢就擠住啲靜脈，就逼啲血翻上嚟。泵血係啦，所以呢個係第三心臟，啲人點解要咁講？有時你見到我坐喺度坐耐咗，哇！點好似諗唔到嘢啊，個人昏昏頓頓啊，其實唔係咩，就係你個腦缺氧，你啲血跌晒落去，俾地心吸力吸晒，咁喐一喐，血液循環翻啲營養、啲氧氣翻去大腦度咁咪。所以有時人哋話，如果唔係你倒掛倒力啊。係啊，我即係慢慢啦，我遲啲會教你嘅，將對腳擺喺個單槓度一套，或者做倒立，或者唔使做倒立嘅，你咁樣咁樣，我頭先咪做前滾翻嘅，你咁樣咁樣其實都有個動作嚟嘅，呢個係做呢個有啲難度㗎，呢個就係推肩啊嘛，你唔使點解話地心吸力就係健身室？因為地心吸力而家推緊我落去，咁我要將我推翻上嚟，咪等於向上推咯，咁咪練緊肩咯，唔使嘢。其實係啱嘅，即係等於你泰國人咧，其實都係用呢種方式嚟做拉筋嘅，用翻你自己嘅重力
去拉筋，而唔係話用死力去按摩。係啊，唔使㗎。係嘛？好多方法。你呢2個禮拜咧係入門，我對你輕騎啲。過2個禮拜咧我就俾啲硬核嘅東西俾你。到時你嗌救命我話聽。即係唔好令到嗰個人生個時間不浪費。坐喺度都坐啦，係啊。一動下啊！係啊。係啊。每一秒都賺緊嘅其實。人哋話每一日醒翻嚟已經係個恩典嚟嘅。哦，絕對係。有個瓦遮頭，有太陽曬嚇。太陽曬，有瓦遮頭，有飯食。有人同你傾偈。因為同你傾偈，其實有冇財富啊，有冇債務啊，其實都係身外浮雲。物。因為財富你死嘅時候你未必用得晒。嗰啲債務人哋唔係你追債，你死2%佢就冇㗎啦。啱啊。係咪先？啱。係咪？債務嗰啲死到你點追債啊？有啲法律上係叫直系親屬去還，但係佢都可以賴嘅。係咯，債務。不過講難聽啲，一樣爭啦，爭咁少債，即係種侮辱嚟嘅。如果爭得多，爭幾10億唔使還，咁咪 O K 嘅。咁啊 O K 啊，恒大啊。而家點解咁少錢係嘛？即係你活着就有辦法去還㗎啦，唔使。啱啊。驚乜鬼？怕佢老味。咁你還咗喎？你而家嘅啱財務好似係銀行我借平啲嘅息嘅。係啊，銀行我都冇錢啦。財務公司我借過我知㗎嘛。係啊。邊可能啊？係啊。